歌戏老牌老二号洪小生小明明小姐。最后，这个相信也未介绍，大家拢总对伊真正熟悉。伊就是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长，也就是担任到今仔日的主审杨丽花小姐。非常感谢到五位评审先生小姐今仔日来这担任到这个遮尔正辛苦的工作。对，即摆咱首先要来进行这是歌戏组，比赛内容是《西厢记》。首先呢，由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员为大家来示范一段张生戏红娘。我感觉咱两个伫遮咧主持节目，甲别人主持无共款呢。拢无共款哦。尤其是有你甲我同齐倒遮主持，因为你咧是歌戏的洪小生咧。嘿。但伫咧搬连续剧的时，你是洪小段。你若化妆起来，安尼加足水的，水甲一蕊敢若花咧。那你吼，我着爱我徛在遮，甲你同齐主持啦，因为红花配绿叶嘛。对啦，有影啦。那咱两个徛踮在这舞台顶吼，有影是真成啦，真成这个红花啊，去插点的牛屎啦。无爱甲你讲啊啦，亲爱观众朋友，今仔日是咱乡土歌谣擂台第1集的播出。现在咧，阮就来为大家介绍今仔日节目的内容。乡土歌谣擂台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醒咱各位朋友，唔通注重咱传统的文化，甲着咱乡土的民谣，甲伊放袂记哩。所以比赛节目内容全部是以民谣、戏剧，还有山歌等。对，内面包括着歌戏组、客家山歌组，还佫有歌谣组。以上这3组的比赛规则，以及着今仔日擂台主的奖金，阮小等下拢会为大家来介绍。即马首先要来甲大家介绍这5位评审先生甲小姐。头一位是台湾民谣的名作曲家陈秋林先生，第2位是台湾歌曲名作词作曲家黄敏先生，客家山歌名作词家郭春林先生。搁数落这位就是歌戏老牌老二号洪小生小明明小姐。最后这个相信也未介绍，大家拢总对伊真正熟悉。伊就是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长，也就是担任到今仔日的主审杨丽花小姐。非常感谢到5位评审先生小姐今仔日来这担任到这个遮尔正辛苦的工作。对，即马咱首先要来进行这是歌戏组，比赛内容是《西厢记》。首先呢，由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员为大家来示范一段张生戏红娘。小生已经在此恭候，姐姐你倒是咯。等我，你想啥物代志是？红娘姐姐，恁小姐是毋是每一日拢来这个花园，伫咧游赏百花咧？阮小姐，哎呀！
袂歹。我感觉这两位伫咧搬这两位哦，敢若面熟啊面熟呢。火烧猪头皮，啊，对啦，定定看因咧搬布袋戏啦。歌戏啦。哎呀，歌戏。咧小生就你啊。若是讲到迄个小段，就是青阳小姐，搬去实在真好。好啊，咱莫搁讲遮啦，咱即马紧来介绍第一组要比赛这两位朋友，这是来自台北市的李翠萍小姐，甲着柯碧珠小姐。伊要参加比赛，同款就是这段示范的张生喜红娘。红娘子的，你敢知影？我在这花园内等待你已经多时了。等我？对啊。你等我有啥物代志？请问姐姐，你甲小姐是毋是时常来到这个花园，在游赏百花？阮兜的小姐，你来去公堂，你着做啊咱阿东。表现真好，继续第二队参加比赛是原来咱台北市的一对姊妹花，是由洪淑清以及洪雅清两姊妹同款挑战的是这段张生喜红娘。姐，小心在这个花园，恭候姐姐已久咯。等我，你等我要创啥物咧？请问姐姐，恁家的小姐啊，是毋是时常来这个花园收花咧？我家小姐嘛，
真好。请第一队。请第一队的朋友恁来遮来。两队拢搬得真好，今仔日是咱头一摆，所以咧，由两队内底要选一队叫做擂台组。现在先来看一个分数。咱即摆先来看第一队组，80、81、82、83、84分。 84分，哦，相当悬的分数啊。袂歹。继续来看第二队的分数，60、70、82、83、84、85分，拄啊差1分啦。差1分。是讲哪会安尼搬了拢差不多，安怎哪会敢若差1分吼？是讲咱对这歌戏也外行的啦吼。无来请咱今仔日的主审杨丽花小姐来甲咱讲评一下。杨丽花小姐，请。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着歌戏这么热心甲支持。尤其咧，拄则看到这两队伫比赛歌戏呢，我做一个歌戏的推动者。 非常的感激甲安慰。头一队呢，我认为是头一摆上电视，可能是较紧张，较无自然。若是第二队咧，我认为是胜利者。谢谢。多谢。谢谢。多谢杨丽花小姐的讲评。是啊，感谢阮杨团长。恁两位无要紧，可能是即摆较紧张，后摆还佫真有侪机会，阮真欢迎恁佫。 来陪甲阮参加，今仔日本节目有即个车马会要来赠送，真感谢恁的参加，谢谢。多谢，谢谢。恭喜恭喜两位，即礼拜的擂台组，尤其是阮今仔日是第一遍的播出，恁两位就是成立咱即个歌戏组的擂台组。阮擂台组经过的关数拢总有12关，12关中间是由12生相来排成，这12生相呢，现在我顺即个机会来介绍一下。 第一关就是市关，市关的奖金有1000块；第二关是牛关，牛关2000块；搁刷来去是3000、5000、7000、9000、12000、15000、18000、22000、26000、30000，最后就是第关。第关拢总有3万块的奖金，由满关。 就是12生是飞到头，甲第关的是就用个讲是抬大滴、赚大钱对对对。恭喜恭喜两位，今仔日是第一关的擂台组。伫遮我甲恁请教一下，是毋是后礼拜愿意要搁再接受别队新的挑战队来甲恁挑战咧？阮今要愿意试看卖。现在咧就请恁登上到歌戏组的擂台宝座。